How I learned to drop in 唔死。我5歲嘅時候開始學 roller， 我一開始都係用普通 roller 嚟學矮至高度嘅斜路，練好咗斜坡之後就可以挑戰 ramp。ramp 同斜坡亦唔一樣，最緊要嘅係克服恐懼。普通 roller 要上 coping， 就要將4個轆中間度放上去企玩 drop in。以前我就要媽咪扶一隻手指先至肯自己落去。我換咗 aggressive 鞋之後就要再練過，對鞋唔同咗，所以就要再驚過。我會去唔同嘅 skate park 度練唔同嘅高度，習慣咗唔同嘅高度就可以做到180 out。你哋如果想要知道其他 tricks 嘅話，留言俾我知啦，拜拜。